哦，哎呦，哎呦 ，pass，哎呦，哎，我按了，我按了，我按了，嗯，我按了，为什么没有？是坏掉吗？确定你按了？我肯定按了，早就按了。放心，放松，不是。夜晚的操场和那些暗恋过的歌，哦，春夏冬秋。我觉得那蓝衣服哥们儿说的还可以。我肯定按了。制作人邓紫棋，请问你是否按了 fail？ 我是按了。谢谢两位，谢谢两位。但我觉得歌挺可爱的，谢谢。对，挺可爱的。难怪月哥你看着我在笑，我以为你跟我一起看着韦伯，看为什么不按。副歌杀手，你可以等到最后啊。刚那个 Peach 就完全走掉到一种很有幽默感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很有幽默感，对不对？对他唱的是，其实蛮好玩的。对，就那个 Peach 完全跑掉，就觉得好好笑。我也是留到最后面才按的，我想再听一下，开心一下嘛。人生已经这么累了。如果要乱唱出一首歌，有机会会红，可能会红。年度最佳跑调金曲，我跟你说，这是今年的热单非这首莫属了。真的洗脑。对。下班。哦，下班了。